春期有幾浪，更年期就有幾喪啊！我要做一個優秀嘅人，做一個對社會有用嘅人，我要努力做嘢。我要做一個正常嘅人，唔好咁早死就得噶啦。我要做職場女王，要升職加薪，買車買樓。耶！今日又準時收工，hea 足一日。我要蒲天光，飲天光，玩到盡興。我唔得啊，過咗12點我就好鬼眼瞓啦，一到凌晨1、2點，哇！喺我大腦缺氧手震啊！大姨媽嚟咗7日，量大到頂唔順，頭好暈啊！唉，我大姨媽嚟2日就走啦，週期又短，依家搞到1個月嚟2次啊！我要瘦到追得落加細碼，我一日淨係食一餐，一餐食一啖，1個月無痛減肥就可以瘦20斤。哇！我戒糖戒澱粉，日日跑5公里啊，咁樣都唔瘦，係咪有人同我落咗不銹鋼啊？哎呀，我中意有才華、有幽默感、又高大威猛，令到我崇拜嘅男人。男人呢家嘢靠譜就得啦，再唔得我雌雄同體。男朋友唔秒回信息，分手。下一個。老公唔回信息唔接我電話冇所謂啦，佢識得翻屋企咪得咯。我要研究點樣可以令到更多人中意我。我理得你中唔中意我啫，我中意自己就得啦。20歲係要改變世界， 40歲嘅理想係呢個世界唔好嚟改變我。唉。